条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向乌道来宣战，讲台中的治安无容阮挑战甲迫害，假如台中行凶作恶，就算天涯海角，嘛绝对要追掠到底。嘛实在是台中市最近事端未少，顶礼拜发生的超级拍车、马拉沙地拍人的事件都还未煞哩。南屯阁有一间服装店，互人破贼。 喊店头家娘真无助，上网请求市长罗秀燕斗援助。刷落来，这个代价阁有民众停伫顶仔卡的轿车，互人牙棍仔跳起车顶，安尼抬喊抬讲，要属是无政府的共款。这个暴力的事件是一件接一件，引发着市民的惊恐。警察局长蔡崇碧早起到议会来备询，有几来议员。 对警方处理着暴力的方式真不满，早这个球棍仔来质询，这议员甚至是气甲，把这个球棍仔削平你的头壳。这样子要不要抓？囚犯是不是凶器啦？台中市议员林德武早5支巴达问警察局长蔡崇碧讲，这敢是凶器？放在运动场上的话是一个运动器材。 蔡崇碧讲这是运动器材，安尼一个讲林德武真生气。这个就是台中的日常啊，陈副市长。林德武冲起副市长陈子琪面头前，将5支巴达片入涂骹，或者生气是因为玛莎拉蒂拍人案件未刷，南屯区一间服装店，敢若是卖纠纷，互人破贼卡店头家人真不足，将这画面铺上网络，要大家区的民众，敢若是网络流言的纠纷，轿车互人卡害了了。 议员伫骂讲，这济暴力事件，市政府警察单位拢无实际作为。警政署署长陈家清在赖的群组上面，是不是有要求不能够只有法办指示者而已？昨天的话我没有收到，但之前的话，署长的话有在要求办案的话，已经要上诉下查。 警政署长陈家钦下令，要清查暴力组织玛莎拉蒂拍人案件被害男大学生，暂时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啊。那你现在会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刚回去上学。你很想回去上学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很想赶快能够回到家里，对不对？对。后生恢复情形，和这个做老母的较放心，也过对台中的治安议员未放心。也觉得非常压抑，因为这件事好像没有达到一些嚇阻的效果。 这嘛是市民的心声，市长罗秀燕有听到啊，除了会室的伊嘛甲乌道宣战。在此宣誓，只要敢在台中逞凶犯案，天涯海角我们绝不放过，一定会严查严办，而且是斩草除根，除恶务尽。罗秀燕的态度真强硬。 经过拍算要惹代志的人，市政府一定会严办，同时会斩草除根。